的信息，幸哉，幸哉，幸哉。幸哉，幸哉，幸哉，尊灵多主宰，蓝的秋光在向我若手足尊苗。幸哉，幸哉，幸哉，将你的地高喊，哦，若兄弟。下一首，透早起也好静，554首。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！能够和大家一起敬拜主，是我们最大的福分。在我们唱第一首歌的时候，请大家起立，对你周遭的朋友，或者你可以走更远，你去跟他说：“新年恭喜，耶稣爱你。”我们一同起立，我们开始的今天的敬拜。谢谢你牵着我手，高山低谷陪我走，从不放弃我，真诚爱我接纳我，一起做梦一起笑，一起敬拜和祷告，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。好喜欢与你在一起，分享生活，分享爱，没有批判和论断，心完全敞开。好喜欢与你在一起，像耶稣一样的爱，你我不孤单，这里有爱。谢谢你牵着我手，高山低谷陪
享爱，没有批判和论断，心完全敞开，好喜欢与你在一起，像耶稣一样的爱，你我不孤单，这里有爱，好喜欢与你在一起，分享生活，分享爱，没有批判和论断，心完全敞开，好喜欢与你在一起，像耶稣一样的爱，你我不孤单，这里有爱，你我不孤单，这里有爱。感谢主耶稣，他爱我们；感谢主，他为我们行的大事。我们要向他歌唱、欢呼，诉说他奇妙的作为，耶和华行的大事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铺张云彩当遮盖，夜间使火光照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。我们要欢呼，我们要欢呼，诉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诉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命令狂风止息，他波浪就平静。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，他张开双手，我们就得抱住。我们要欢呼，诉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诉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他必带领。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，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。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，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。我们要欢呼，诉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诉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要歌颂，要欢呼，诉说他的作为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我们依靠神，就能施展大能。感谢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全能的神。感谢主，耶和华祝福满满，你的恩典主爱到万世代。我们要敬拜你，予俄罗的声永远无煞。山中的美丽是无欠亏什么，山顶的百合花，春天的
主啊，你的恩典满满，你长看关心，你的疼永远无煞。主啊，你对年头到年尾拢看顾，无论啥事，无论伫倒落，你拢甲阮同在。无论阮身躯病痛，也是心内惊吓，主啊，你拢赏赐阮平安。主啊，无论阮信心软正，还是骄傲犯罪，你拢无气杀阮。主啊，新的一年，阮有新的愿望，求主你继续甲阮伫咧，求主你刚强壮胆，赏赐阮信心甲气力。求主你兴旺你的教会，互阮倚靠你就大有气力。求主你互阮的世界有和平，每一个人心内有平安。主啊，伫宝座顶的主，你是起头，你是落尾，你掌管万项有。阮将一切眼光拢归互你，献上阮所有的恶乐甲上赞。求主你来接纳，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咱将一切眼光归互咱的主。弟姊妹，请坐。就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就感谢万神的神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就感谢万主的主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只有伊做奇妙大事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用智慧创造天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新年快乐哈！咱即马。稍者，咱来斗阵做伙来吟诗圣诗第2首，咱现在请起立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我。
祈祷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在新的一年，你为我们预备今天这样的日子。是的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圣殿里面，我们按照你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，我们诚心实意的来敬拜你。求你继续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在未来新的一年，让我们的生命尊主为大，也让基督的荣光在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家里面的人，影响我们周遭的每一位。也盼望我们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在我们世上的每一天，凡事敬畏你，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求的，阿们。这请坐吼，首先咱来读经文第10篇，起英文第10篇，连咱的信息哈，1013页，1013页，我来去兄弟来读。起英文第10篇哈，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。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，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，虽然大军阵营包围，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。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要甲我藏伫布片内，伊要甲我藏伫石盘顶，我要伫伊的布片欢喜献祭。上主啊，我求叫的声求你听。你对我讲，上主啊，我来朝见你，求你唔通受气赶你的怒波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的父母若去杀我，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。唔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。我深信一项事，着信靠上主，着信靠上主。好，咱稍后来请圣歌队哦，咱献诗。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是《我要学咯》，请圣歌队。我
谢谢森哥队哈。咱说叫，咱来读10届时间，要这请起立。好，预备，请。请坐。好，这咱来掀开今仔日的圣经吼，罗马书1章14到15节。好，好，我来读一摆哈。无论什么款人开花，也是未开花的；有智慧，也是无智慧的，我拢欠因的债。所以我迫切望会当将福音传予恁伫罗马的人。所以来邀请赖德清牧师啊，今日讲道的主题是为主得客家，哦，邀请赖牧师。我也无迄个落哈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是客家中会总干事，我叫做赖德清，赖德赖德清牧师，赖德清哈。我的名叫迄个赖清德，就是啦，我是赖德清哈。感谢上帝。好，我今日今天我搁读一摆哈。在华语哈，保罗说，无论是希利尼人、花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，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这里有一句话是“情愿尽我的力量”，这是真要紧的一句话哈。情愿尽我的力量。好，一开始客语哈，因为无论对嘛家人，迄文明人也，迄盲开发家，迄聪明人也，迄有望家，俺拢总欠其电嘅债，所以俺迫切爱将了福音每传本里人在罗马家人。这是客语哈，这客语吼是台湾话，毋是广东话。做侪人甲我讲，你迄是广东话，我讲毋是，这是台湾话。各位兄弟姊妹。客语是台湾话吼，是无介困难吼。我讲爱就是我，你就是你啦，你啦，你啦，糖就是听啦，你糖会思无？你听有无啦？你糖会思嘛？你讲爱啊，爱糖会思，我听有，我听有。你讲爱糖毋是，糖毋是，我听无。安尼敢有足困难？无啦，同简单，同简单就真简单啦吼。感谢上帝。好。今日圣经在里遐讲，无论是聪明的、愚公的，我拢欠伊福音的债。所以保罗讲，我吼欠福音的债，那像我欠人的钱同款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欠人的钱哦，毋是困嘛袂平安呢，咱就去行啦，去行啦。所以保罗是讲，你着爱行福音的债啦，吼，那亲像你欠人的钱同款。因为确信福音要互人得到丰盛的性命，有即种确信啦，所以咱着爱行福音的债。保罗传福音的态度，第一，伊家己是罗马的人，所以对罗马传福音特别有亏欠。咱有时要讲，咱要去非洲啦，要去欧洲啦，要去外方的所在传福音，我讲真好啦。毋过你毋通忘记，你是台湾人啦，你毋通忘记台湾传福音是第一要紧。好，尽力尽本分。你看，咱大多有看迄个圣经上，我情愿尽我的力量，我是尽我的气力啦。咱嘛免去做咱做袂到的代志，明明就做袂到，做袂到忙做，咱做会到，咱是尽上帝互咱的气力、稳定、温顺去传福音。伫圣经内底马太福音有一个讲主人互迄个报5000两银、2000两银、1000两银，互恁去发展啦。迄个5000佫趁5000呢，2000迄佫趁2000啦，1000个讲甲涂骹乌开甲带咧啦。主人互伊稳定、温顺，伊拢甲带咧啦。这主人转来学了迄个5000个2000，讲你是良善佮忠心的萝卜，你良善又忠心啦。
伊讲迄个1000个哦，你是笨蛋的萝卜，啊，你足笨蛋啦！各位兄弟姊妹，只要上帝互咱的恩典、恩顺，咱每一个人无共款的哦，咱就来尽咱的本分来传福音。今仔是客家宣教主日，客家是一个族群，经过战争、风土生存，甲其他的族群伫遐征战，找到一个安居乐业的所在，而且徛起落来，所以客人客就是诚做伊的名。客家伫台湾。比荷兰人甲原住民慢一点仔来台湾，慢一点仔尔啦，就讲讲是人客啦，慢一点仔尔。毋过今仔日伫上帝家拢无人客啦，来到咱的中间，甲咱三个敬拜上帝，拢是主人。咱的中间无人客，拢是咱的兄弟姊妹，咱是上帝家的一份子啦。所以咱的中间是无人客，是主人，是咱的兄弟姊妹。我用一点仔时间甲大家分享客家的文化吼。足侪人讲我欠客家有够遥远的，毋知咧创啥，我拢毋知影。我讲有啦，你拢食客家的物件，吼，民以食为天，你拢伫客家文化内底呢。吼，台湾人本来吼，咱拢无食即个肠仔啦、肚啦，吼，咱拄开始吼，拢甲淡掉。哦，荷兰人上爱甲食物件拢淡掉，咱食肉就好。啊，这客家人足欠妹妹，看想想的吼，等下甲料理看卖啊咧。所以这肠仔啦、肚啦，即个牛肠鸡肚。客家人就甲料理，即摆料理甲偌好食呢，吼，足好食，逐个拢咧食，吼，啊，其实迄拢客家菜，你也看肠仔肚迄拢客家菜，啊，迄味足重的吼，啊，食一点仔菜，啊，就食足济饭啦，吼，啊，客家人安尼足骨力的做工课，食一点仔菜，食足济饭啊，做工课，吼。好，咱来看啊，酸菜猪肚汤，这就是客家菜呢，吼，你也个肠仔肚迄种客家菜，梅干扣肉很下饭呢。葱爆鱿鱼、客家小炒啦，吼，对，姜丝炒大肠，哦，这肠啊，客家菜绝对，客家咸猪肉，鹅油焖笋，你去杨梅看，拢咧起鹅啦，吼，客家人就要煮鹅的吼，韭菜鹅肠，吼，这肠啊，吼，也洗好清气，这客家的妇人家足骨力，洗甲足清气，所以鹅肠这种肠啊，拢是客家菜。客家擂茶，我甲问到阮遮客家乡亲，啊，你是安怎？这客家擂茶，伊讲吼，迄荷兰人吼，剩一点拢甲淡掉啦，土豆啦、地叶啦、红豆啦、绿豆，一点创啥无路用啦，甲淡掉。客家人很节俭，你看，即剩2粒，还剩3粒，再剩1、2叶的地叶，拢甲研做粉，泡滚水，淋一点糖，佮拢甲食落去，安尼吼，安尼对吼，足营养的。啊，本来是讲厝内有啥物件拢甲食落去，规个拢甲食落去。个人发现讲，这3分、这2分、1分，安尼较好食啦，哦，安尼味较好啦，啊，所以即摆就变客家擂茶的秘方啦，黄金比例，即摆变做秘方啦，迄个慢慢才研究出来，讲安尼拄啊好，较好食，所以客家擂茶吼，都咱客家人开始安尼创的吼来看。土豆油，客家的先民发明的，讲石头，咱拄开始拢食土豆尔啦。有一工吼，石头甲热落去，油怎走出来？用即个油来炒菜，足香嘞吼！土豆会当有土豆油呢，而且用石头吼，圆安尼较好热啦吼。那亲像车轮嘞，所以叫油车嘞吼，就叫油车。所以客家花生油、土豆油是咱的客家先民所发明的吼，客家花生油，吉啦。吉嘞，吼吉嘞，你去结庄讲吉嘞，就是吉啦啦吼。我今仔有早一寡，恁较得去看者。吉啦是吉庄，吼，咱去看吉啦嘛。客庄有看人咧卖吉庄，客家人足爱食吉啦吼，食吉啦迄客家小姐拢足水的吼，皮肤足水的吼。对，客家鸡姜鸡茶，客家花布，我今仔无早几啊块客家花布来甲恁分享吼。上头前迄块吼是上原始的啦吼。啊，这10几年来，政府讲吼，油桐花是恁的花啦，迄政府讲的啦，油桐花是恁的花，所以你看下骹有一块油桐花的花布吼，即摆花布油桐花，啊，搁延伸做者客家花布，即拢搁延伸出来，拄开始吼是即块布吼歹去安尼加掉，啊，即块布搁歹去加掉，诶所在。加掉啊，剩的好诶，搁甲提做伙，搁会当用那个较欠的。啊，迄布本来就花花啊，客家花布。毋过即摆吼，即安尼天吼，拢甲连做伙，即拼叫做拼布。哦，即摆
贴布、拼布，即摆叫做艺术，吼，即摆安尼是艺术咯，这是挑工啊，即摆是挑工啊，过去是加条就歹去，然后加条佫填做伙佫用吼，迄本来是足欠啊，不过即摆毋是，即摆叫做艺术吼。客家花布，你看头前迄条有水无啦吼，迄是上原始的。我住伫关西是客庄啊，客家中华事务所伫关西的布庄佫咧卖迄块布，我讲较真佫咧卖即块布。伊讲咱着枕头布着爱用即块，你毋知嘛？被单着爱用即块啊，吼，较真佫咧卖迄块，吼，因为迄是上原始的，对，客家花布吼，好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台湾的文化是客家的文化，甲原住民的文化，甲河洛的文化合起来叫做台湾的文化。台湾的精神是客家的精神，甲原住民精神，甲河洛的精神合起来叫做台湾的精神。台湾的精神有客家的精神，客家的精神的核心叫做应尽精神、硬强。硬强是什么意思？颔棍就定的啦吼，坚持、坚定、奋斗。咱今仔台湾拄着真侪困难，毋过咱要客家的精神，勇敢向前行的精神是非常的宝贵的，所以咱要坚持客家的精神，伫台湾伫汉咱来继续勇敢向前行。咱今仔熟悉。搁一个来熟悉客家人是安怎要讲客家传福音，客家是客家 HKK。第一，客家的丰盛需要神的丰盛的生命。客家人非常的节俭，足欠的啦。你有熟悉客家人吗？有，伊虽然真好养嘛，佮足欠的咧，佮足欠的哈，因为他生命的 DNA 告诉他，血液的 DNA 告诉他要节俭，爱较俭的，俭是真好。不过，客家人是因为以前被河洛人赶到比较偏乡的地方，所以迄土地无肥，这一餐有得吃，下一餐不知道有没有得吃，所以呢也很节俭。但是今天我们要把那个属灵的丰盛、属灵的安全感来分享给所有的客家的乡亲啦。第二主是命，对不起，今天喉咙有点不舒服。主是平安，你们去参加过客庄哈？那个很多宗祠啊，那个是拜神明，不是拜祖先，不是拜神明，是拜祖先，是拜神明了。那么很多的宗祠。那么，因为客家人需要拜祖先，希望祖先来保佑他。但是我们今天要跟所有的客家的乡亲分享啊，我们的祖先，我们要把他交在神的手里，他在那边会得到佳美之地，在那边休息。我们也要从主里面得到平安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福音来分享给所有的客家的乡亲。信耶稣要把我们从恐惧中来释放出来。又从鬼神的捆绑中来释放出来，生命传承的祝福。不要小看客家人了，客家人乡亲非常重视小孩子的栽培。高雄的美浓有一个永安路，叫做进士街，它是出了很多的博士，出了很多进士跟状元呐。他还有一个博士村，出了很多的博士啊。花莲的枫林出了112个校长啊。所以客家人重视小孩子的栽培，给他们念书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一代过得不好没关系啊，过得无要紧啊，咱的囡仔个栽培落去，下摆出人头地，改变咱家族的命运啊。所以客家囡仔足好读书哦，唔通看轻哦。不过咱要将这个生命传承的祝福来分享给所有的客家的乡亲。圣经内底讲，将囡仔带到我的面前，我要祝福伊，这是主要所讲的话哦。将囡仔带到我的面前，我要祝福伊。所以咱要将这个宝贵的祝福来分享给客家的乡亲啦。圣经内底讲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生命传承要得到上帝的祝福，这是非常的宝贵的，咱要分享给客家的乡亲啦。
咱台湾就这么济吼，有和乐，咱的规个桃竹苗吼，拢是客家，拢是客家人哦。咱的南部有卢凯、台湾，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咱的宣告，每一个族群拢共款要紧，每一个族群拢是咱应该爱去努力的。我用这个信息再来表示客家原住民的关系，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。因为你是我的近亲，请你用你的衫巾来遮看我，因为你是我的近亲啊。客家原住民真侪所在拢住足近的，有一摆我去东部教会是不论的教会啦。你莫要去遐洗过温泉吗？啊，伫遐我伫遐讲着说，伊讲吼，牧师你知影无？我即个布农族的所在，阮遐规南投一片拢是客家人，我甲伊传好伊。原来阮的教会做礼拜，阮的教会有一个客家小组，50-60个人。所以客家甲原住民足侪所在拢住足近的，屏东、花莲、台东拢足侪客家甲原住民住足近的。毋过我讲今仔日，中华民国政府对原住民的语言甲文化的维持甲帮助非常的济。我是讲今仔日啦吼。毋过伫咱的客语甲台语的部分，我感觉做了无够。客语甲台语的文化甲语言的维护，咱做了无够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客家伫原住民的宣告，伫这10几年来嘛做真侪帮助，我感觉非常的好，应该安尼做，因为咱过去做了无够。毋过我感觉伫客家的宣告，咱做了无够。伫客家的宣告，咱搁加做一点啊啦，搁加做一点啊。咱讲我甲这无关系，我讲。有啦，有关系啦。你若有一个听客家灵魂的心，你就是客家的家人。你有个爱客家灵魂的心，你就是客家的家人了。为什么我讲咱欠客家福音的债？为什么我说我们欠客家福音的债？第一，咱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告，咱的教会一览表，2022年的资料吼，咱的资料，咱的本地教会有757间，原住民教会有540间，咱的教会所拢1297间，本地教会757间内底有包括客家的教会，原住民教会540间。咱从花莲的凤林、台东的池上、屏东的内埔德产、新竹的中立东势，客家中会有20间教会吼，伫桃竹苗，拢总甲算算的，甲算40间。毋过咱的和乐教会有717间，原住民教会有540间。用咱台湾族群人口的比例来看，咱欠客家宣告的债，用我们的族群人口的比例，咱的台湾的族群人口的比例来看，咱欠客家宣告的债。咱的人口统计，咱台湾5个人内底有一个客家人呢。哇！你讲伫倒，我拢毋知，我无看。我讲有啦，伊就秘伫你的身躯边，伊拢无甲你讲，你拢毋知。吼，客家人怎隐藏的？5个人，咱的照咱的户口的统计，5个人有一个是客家人呢，咱有400万的客家人呢，占台湾人口的18%。是台湾的第2大族群，第1济就是和乐，第2济就客家。咱的原住民有足侪名阿美是台样，但是伊的人口毋是这么济啦。但是客家的信主人口只有1000个，只有6个，6%。咱来看咱的教会数，客家中会有20间教会，伫桃竹苗拢伫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。七星中会89间，台北99，新竹53，台中78，嘉义75，台南85。客家中会20间教会，寿山74，高雄66，屏东41，彰化43，这是咱的教会数。伊讲，是安怎客家中会来遮少？人和乐中会这么济教会，啊客家中会敢若一个中会呢，啊佫这么少？因为伊足慢开始啦，咱足慢才想着讲咱有客家啦，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足慢才想着客家，所以才将客家做主体设立中会，只有15年、16年尔，看咱足慢才想着的。因阵的客家拢分布在和乐内底，所以客家人拢伫和乐的中会伫遐学讲和乐话啦，袂通讲客家话吼。咱的中会社教几周年，七星中会甲台北中会已经70几年啊吼。台北族阿美族群中会原住民阿美
分阿美、西美、东美，有3个中会呢。阿美族有3个中会呢，90周年。前阵啊，台湾中会庆祝60周年，那客家中会只有15周年。哇！你看原住民真的不可掉的亲戚，足早就开始宣告呢。但是客家的主体性的宣告只有15周年尔，足慢的啦。咱的中会设到几周年？寿山中会是对高雄中会分出来50周年，彰化中会对台中中会分出来53周年。1930年，高雄、台南、嘉义、台中区会同时升格做中会92周年，哇，遮久啦！毋过客家中会只有15周年，伊是对新竹中会分出来新竹，所以你看新竹地区足侪客家人，伊是河洛中会呢，河洛中会就是讲河洛话啦，所以客家人哦，伫新竹地区拢讲河洛话。客家中会只有15周年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客家中会15周年，15岁少年家吼，大学要读毕业啦，大嘛还袂大财吼，嘛无啥物财产啦。毋过你若家己栽培吼，家己牵生，互伊营养，伊嘛会大汉，一工会当食做咱的瓦克，伊会臃肿起来，食做咱的瓦克。这是咱的国中会经商会的明示表。经商会什么意思？咱的教会面经商会就是咱的兄弟姊妹方的，就是咱的教会经商会。中会就是咱中会所有的教会的方会，就是咱的中会的经商会。这是国中会哦，吼！我知恁看足花啦，吼，好花哦，牧师好花。我安尼来整理者，7个中会，7个中会，伊一当所有的兄弟姊妹方会是3亿2千万。它是89间教会，拢总是3亿2千。我们台北中会跟西兴中会是差不多，是兄弟中会，所以我们是差不多。那倒数第3名呢是屏东中会，屏东中会1亿1千万啦，东埔中会7500万。倒数第1名是客家中会，是3400万。所有的教会兄弟姊妹会3400万，倒数第1名啦哈。其实以前哦这么穷是没有关系的，以前呐。我们客庄聚集的桃竹苗这些地方是穷乡僻壤，所以虽然真送乡，什么代志拢忙做，拢不要紧，也无人吼，所以拢忙做，人拢走去台北上班啦，无免做啥啦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它欣欣向荣了。现在它是不一样的，桃竹苗地方现在欣欣向荣。客家中会的地方，桃竹苗房价、地价节节高升。以前荒山野外的地方，现在众所瞩目啦，兵家必争。即摆吼，所有的基督教教派拢要去得白色点无吼，拢要去得白色点，含庙都要去起庙啦。所以甲即英准无共款啦，现在是一个兵家必争的地方。人口跟就业，你知道我们大台北的其实人口在减少。但是不是大台北，是全台湾人口都在减少，因为小孩子生得少嘛，所以我这些年轻人我都说拜托拜托，你结婚来生囝哈，拜托。但是桃园人口在2022年居然增加了19770人，我们台北市减少42623人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难道桃园的人会生小孩生多吗？其实不是，不是，是他们跑去那边上班了，因为台积电在桃竹苗那些地方。我们来看一下新闻，台湾连3年人口负成长，内政部人口统计，台北市因为这样少了一个副市长，但是桃园、新竹、苗栗人口呈现正成长，到底是为什么会正成长呢？因为桃园、青埔高铁、新竹高铁、台积电、新竹科学园区100-200间的上下游产业带，让很多的年轻人去那边上班，而且都是高收入的人口。在那边新兴的社区兴起，因为住较近的上班较方便嘛，所以新兴社区一直去，恁就对新竹高铁行过，哇，高楼大厦起遮侪呢，遮贵呢。今天我是要跟大家讲说，客家的地方，客家的桃竹苗地方，我们要看见客家地区大赚钱吗？我今天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吗？不是，我要跟大家讲，这些地方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但是我们要为主得客家。我们要为主得客家，宣教记汨罗国桃竹苗的地方，宣教的脚步赶不上上帝的心意啦。这个所在过去是风高野晚呢，这个所在教会足少的呢，过去根本的人口外流啊超低，所以教会足少的。你敢有想象，竹北的厝边琼林含一间长老教会都无，规遐尼宽所在。
无咱的教会，真侪所在拢无咱的教会。所以，因为迄个所在过去是就荒凉的，但是他现在已经不一样了。我们赶不上神的心意啦，没有赶快去，要赶快去做宣教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今仔日若无做，将来一定后悔。为主，咱要得到客家，你也要得到上帝国的产业。客家中会是真哩细，不过上帝已经交托阮宣教的任务。8年来，客家中会伫苗栗的头份市的德胜教会。已经独立嘛，堂会。伫桃园的平镇市的平安镇还搁咧拍拼。2024年年底吼，去年的年底，阮开拓琼林教会，阮设立琼林教会，这个所在甲买起来的吼，这是一间透天啊，甲买起来，足长的吼，足长的甲买起来。过去吼，咱拢用租的，咱开拓教会拢用租的，结果吼，租的是较轻啦，较免较出力啦，毋过吼。3档5档，厝主就甲你讲要大起价啦，啊无就讲要收转去，啊咱拢设备好啊吼，足麻烦呢，拢袂困得袂平安呢，所以即摆决定吼，看好就甲买起来吼，咱买起来1380万，透天2层，87平，咱甲装潢整修开设琼林教会。即摆有人讲吼，加300万你两万啦，无，咱毋是要炒房，咱是要宣教。表示讲，咱是买起来是正确的啦，吼，咱买起来是对的啦，吼。这是咱开工礼拜吼，就是我有一头前吼，咱开工礼拜就是开始整修教会吼，即个甲整修做教会，因为迄厝安尼爱搁定整修，才咱变做一间教会。即摆已经整修已经开始啊，去年年底开始教会吼，这是开设的礼拜吼，开设的礼拜。琼林教会，我已经设立一间新的教会啊！琼林教会，感谢上帝。我伫遮邀请咱逐个客家的宣教开拓的事工，会当有分伫天国的投资。有一拍电话是你家己点倒的，有一片饼是你油菜的，有一块庄仔角是你家己摊起来。我邀请咱伫客家的宣教开拓的事工，有分伫天国的投资。有一拍电话是你点倒的，有一片饼是你油菜的，有一块庄仔角是你奉献的。投资咱就趁机会，天国的投资机会难得啦。客家灵魂的投资，互咱行福音的济，会当诚侪福音公司的股东啦。客家宣教中会20间教会，伫宣教的事工顶面邀请咱三甲行，20间教会实在是较无够力，所以阮伫遮开拓教会需要咱斗相共。若有你啥扶持，阮就无孤单啦。咱每一个人真上帝互咱的恩赐甲恩典，咱一点都莫亏咱。照上帝互咱的恩典恩赐亏咱教会就要起做起来了。上帝的福音，耶稣基督福音伫迄个所在就要传扬出去了。因为地方的繁荣甲展望，上帝互客家的所在空前的宣教的契机，阮永存毋捌想过，头祖庙即摆闹得甲变即个情形，阮毋捌想过。毋过，这是上帝互客家会宣告即个机会啦，咱就爱把握即个机会来拍拼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人的身躯吼，我讲咱的台湾宣告吼，咱即个北部的教会吼，咱亲像迄个头吼，伫地理咱亲像头，咱中南部咱亲像即个身躯啊。毋过我讲即个头祖庙所在哈，亲像咱人的心脏的所在，是咱亲像心脏的所在哈，心脏强，人就有活力。我相信上帝能量、圣灵的力量也带动伫这个所在来带动全台湾的宣告，伫遐要大祝福互咱，要祝福互咱。血浓于水呢？400年来族群融合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啊！你有我嘛是有你啊！咱呢，常常有人甲我讲吼，这客语我拢听无啦，广东话我讲毋是啦，伊是台湾话啦。你咁讲起来听起来足像哦，毋是啦。台语甲华语甲客语是同质根哦，那亲像英语甲美语，甚至西班牙语是同质根哦。咱学起来是足简单的吼，我用1分钟甲咱教学吼。台语讲爱细字哦，你行路你着细字哈，爱细字吼。客语讲爱细字哦，爱细字啦吼，爱细字哦，哦，这是爱细。啊，你食饭未？吃饭么？吃饭么？啊，你食饱未？
吃饱嘛，吃饱嘛。啊，你身体健康呢？身体有健康嘛？身体健康有身体康健呢？身体康健，身体健康哈，身体康健。啊，你真欢喜呢？伊讲动欢喜，该欢喜。啊，你讲细阿哥的，你看这字面，你看有没？少年家细阿哥的，我知你也要讲细妹安讲啦。细妹安讲，小姐你足水的呢，哈，小姐你足水，毋过姓尹的是囡仔哦，姓尹的。按子这什么你多谢啦，毋过感谢道谢嘛是多谢呢，感谢道谢嘛是多谢。各位兄弟姊妹客语吼，去台湾话啦，啊你啊加学过，你就知影讲啊，拢足省的啦，吼足省的，所以咱迄毋是广东话呢吼，感谢上帝，迄是咱诶台湾的母语的一项呢吼。十几年前，我的先生伫高速公路的走山的事件来过身去，已经10几年了，对，已经10几年了。我伫遮要甲大家说多谢，因为我的家庭得到大家的关心，伫迄个时阵得到大家的关心，所以阮甲正哥会当服侍主，我伫遮甲大家说多谢。啊，迄个伫家人迄个大座山吼，我的师长伫迄个时阵来安息。我伫遮甲大家说多谢，因为足久啊吼，毋过阮会当继续服侍主，那是因为大家对阮会疼惜。我有2个小姐呢吼，迄个乐乐迄个是妹妹啦，A A 迄个是姐姐啦，吼 A A 迄个差10公分的吼，哎，妹妹较乐。姐姐即摆伫旧年伫台湾新航医道学硕士来毕业，所以伊即摆嘛是一个传道师，伫客家的教会杨梅波心教会来做传道师，伫遐做传道师，所以我甲大家报告，伊新航医毕业，即摆咧做传道师伫客家的教会。那个矮矮那个是姐姐哈，伊嘛是无师娘啦，是波心教会的无师娘。师长的走山的事件，互我体会到咱的人生真短呢。因为师长过身的时才50岁尔，50出头尔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互上帝用的部分，要进入上帝的应许。咱为咱家己做足侪代志，为着咱的家庭来付出，为着咱的事业来打拼，为着咱的身体健康来锻炼。上帝嘛大大祝福互咱，享受着即个世间的丰盛，互咱得到即个世间的快乐，即个世界的快乐。但是这时间会过去，时间会过去，那亲像过眼云烟一样，这就云安尼过去。圣经内底讲，像云风吹就散了，那些事情像云风吹就散了。那其实云风吹过就散去啊。只有咱互上帝用的部分，要进入上帝的应许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互上帝用的部分是咱人生的精华。被神使用的部分是你的人生的精华，要甲主上甲进入应许呢，你也把握机会啊！这是非常宝贵的。你互主用的部分是你人生的精华，这个部分是要进入上帝应许的，要甲主上甲进入应许。你是台湾人，请你关心台湾的山高。你有一个客家心，请你有份客家灵魂的拯救，时间真宝贵。这10几年来，我感觉我拢非常拍拼伫服侍，因为我感觉时间真宝贵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的时间嘛是真宝贵啊！伫失恋的时阵，咱搁特别感觉时间过了真紧，咱的时间嘛是非常的宝贵呢。我甲大家分享客家民谣吼，天空老水，毋知会当唱歌无吼？我会拿来袂紧，咱来唱看卖吼。客家民谣天空老水。天空那落水哦，阿妹啊，带到你妈来到杭水边，杭水呀长又长。这首歌2个爸爸是我的女儿夏，
伊爸爸过身的是读大学，伊即10几年来，伊体会着上帝即个爸爸甲你照顾伊，所以伊写即首《2个爸爸》。我感觉即首歌有特别的意义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中间嘛真侪人无爸爸，毋过你有上帝即个爸爸呢？因为咱有共同即个天父爸爸，所以咱才叫做兄弟姊妹呢，咱才叫做一家人。所以我感觉即首歌有特别的意义。我甲大家分享客语的部分就好哈。叶慧仙《2个爸爸》。爱有相爱的阿爸，一个在天堂，一个在地上，一个疼爱有了，一个看顾条前的路，阿爸。阿爸的爱，用爱平爱总台。阿爸的爱，阿爸的爱，主我勇敢向前。还有一首歌呢，我们再来唱唱看哈。这首歌是客语圣诗660首，客语圣诗660首，身体健壮，体力强。这首歌是美浓的古调，美浓的古调，它是圣诗呢。好，我们来听看看古调。身体健那走嘞，体力强。是那呀梦，一旦发了表了，曾的事物，爱的心是无有神那盼。是错了家人心目，天上的真神哪有作证？赛给头拉子。主耶稣，救人的救是无有本那种，咱做来祈祷。我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，互阮通伫宣教的顶面有份。无论何乐，也是客家，还是阮自民，阮手牵手，心连心，善目来努力。祝你新的年度，你也大大祝福。无论是阮的教会，也是阮本身阮的家庭，上帝你温上加温，力上加力。祝你满满的稳定，你的丰盛甲阮送到地底，就一切仰望你，祝稳定满满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。阿们。想感谢赖牧师的讲道吼，咱所讲奉献的时阵，请预备你们的心，也预备你们的金钱哈。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圣诗第554首，啊，各位兄弟，请起立。
欢迎是我个修得来，我的地我真红火呀咪当去，虽然我呀咪也是丢向前，我给我这天主，你是就他修家，就会欢迎是我个修得来，我个修得来。我个修得来，就会欢迎是我个修得来，我个修得来，我个修得来，就会欢迎是我个修得来，就像天落地，最光当我叫我，虽然不要为了不靠我的。那是万幸，有主就来将我，只为欢迎是我个修得来，我个修得来，我个修得来，只为欢迎是我个修得来，我个修得来，我个修得来，只为欢迎是。我个修得来。好，现在请坐，稍等，咱来奉献哈，请收奉献的同工。今天是客家宣教奉献主日，也请大家预备。请起立。请坐。好，咱今日读金句哈，《罗马书》10章14节，《罗马书》10章14节，咱用台语哈来请。总是因所有危险，叫伊所离偏的，当会信伊，那无人传，当会听见。好，《罗马书》10章14节，好，那今嘛欢迎跟报告哈，我们先来介绍新朋友好了哈，咱今日来的新朋友哈是郑英杰，没错嘛哈，郑英杰弟兄，好，郑英杰弟兄哈，欢迎你哈，他原属是美国的长老教会，目前是退休的工程师，哦是。那郑弟兄是住在来过了，7年前来过了。是，欢迎，是。他那个我们郑大哥是台大电机系的哦，欢迎，还有那个好，那我们就
等一下没关系，我们就来报告哈。今天是客家宣教奉献主日哈，那当然我们欢迎我们客家宣教中会的总干事赖德清牧师哈，来我们本会啊。那也谢谢各位弟兄姐妹的那个奉献哈。那我们今天哈有举办我们2月份的庆生会啊，那我们这时候是不是一个唱名哈？请那个今天的生日的弟兄姐妹啊一起来台前。今天有我们也请那个赖牧师等一下为他们祝福祷告，谢谢。那今天有是肖正文弟兄有来吗？有没有哈？这唱名就请往前好了哈。好。那个秀兰长老，淑珍长老里面有预备那个吗？上面对，好，那肖正文弟兄、张桂清姐妹、廖淑学姐妹、黄科月香姐妹、萧宪弟兄、陈玉叶姐妹、蔡李传姐妹、邱淑华姐妹、陈宝珠姐妹、苏美丽姐妹、洪正田姐妹，先生啊，洪纯爱姐妹、傅来生先生啊，黄丽丽姐妹。黄世元弟兄、陈淑芬姐妹、李淑珍执事哈，李文达弟兄、郑云林弟兄、杨安邦弟兄、郑志玉弟兄、吕宇信弟兄、陈香茹姐妹、林之问姐妹等哈，祝寿星们生日快乐，福杯满溢啊！如果有遗漏的话，请向干事提出更正哈。到前面来，还有谁没到前面？来，宇信来。好，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我们请赖牧师来为你们祝福祷告哈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的寿星们，恳求主你师傅他们身心灵都强壮，他们从岁首到岁尾，主的恩典丰盛。主地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神的恩典同在，主恩丰盛。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谢谢，那请寿星回座哈，谢谢谢谢，生日快乐。好，那2月9号哈下主日哈联合礼拜哈，我们没有华语堂哦，啊下礼拜哈联合礼拜，啊那举行那本会今年度的第一次圣礼典哈，请各位兄姐哈，以恭敬的心来赴主的宴席，领受主的救恩跟活命哈。那下个礼拜哈，我们有爱餐哈，请那个兄弟哈自备环保餐具啊。那2月9号下主日礼拜后12点15分召开聘牧小组的座谈会哈，邀请那个张世昌牧师哈交流。意见沟通哈，那聘牧小组的成员就是咱今麦长老执事，跟各团契的首长哈，请预备出席。那2月23号啊，就咱就是咱的联合礼拜高调开始哈，主日礼拜后马上召开2025年的定期会员和会哈，那邀请大家哈踊跃出席哈，让我们的会议能够顺利召开哈。那我们礼拜3的晚上有读经祷告会，就是7点30分哈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背读圣经，那守望教会，彼此代祷，得力蒙福啊。好，那今麦新朋友这是上礼拜嘛哈。好，那团契消息就是下礼拜2月9号下主日礼拜结束后呢，那同心团契别的教会1楼举行2月份的例会哈。主理希望哈，主题是创世纪为什么要学会饶恕哈。那松联团契别2月16号。台语礼拜结束后呢，也告回一老举行例会。那今年团契2月15号礼拜6春季郊游联谊哈，那地点在台北市立的儿童新乐园哈，对象就是青少年团契哈，其他会员可以自行前往哈，免报名费、门票跟设施费用哈，那自费不是同光刚青少年午餐自费哈。那当天上午9点的教会集合出发哦，自行前往者是9点45分儿童新乐园集合哦。报名的是恰的青年团契的红鱼哈，
2月8日报名截止哈。咱下卡都是肢体相通哈。咱下礼拜的那个侍奉的分担，请各位兄姐妹、弟兄姐妹自行参阅哈。好，好，那说讲，咱来唱圣诗397首，你看这请 Kitty。那最后我们请赖牧师来为我们祝祷。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同享，圣灵的感动，同你的共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再请坐哈，默祷散会。